各位大家好，我係 Darius， 今日就繼續講 Zi-O 嘅故事。故事開始，白鍋子攞到 Another Blade 嘅力量，原來係 Swallow 送俾佢，想同佢合作。喺楓木咖啡店，白鍋子將天音變成 Another Blade。喺朝禁晚五堂，海東偷偷潛入，將所有嘅 Watch 不經意偷走。莊吳佢哋追咗出去，黑鍋子變身，海東都變身成 Diendo 打起上嚟。鍋子轉用機械嘅力量，趁機攞返一部分嘅 Watch。Diendo 召喚 Nice 同巴洛應戰，之後就消失。喺攝影工作室 ，Another Blade 襲擊群眾，莊吳變身對抗。鍋子留意到身上嘅年份，但係奇怪嘅係 Blade 係2004年嘅騎士。喺另一方面，黑鍋子變身，再次同 Diendo 對戰。返到Zi-O呢邊，佢嘗試用街模嘅力量攻擊，突然雙豬齒出現，變身成 Kalios， 阻止Zi-O攻擊天音。喺鍋子呢邊，佢用上史諾比嘅力量。Diendo 亦派上 Absolute 同 Birth， 用 Final Attack Lido 打贏鍋子。不過原來被打敗嘅係替身，鍋子突襲 Diendo， 攞返機子 Watch， 機子亦加入戰局，兩人合作用必殺技打敗召喚騎士。喺另一方面 ，Kalios 用 Spinning Dance 打到Zi-O。突然，劍騎出現，質問點解似破壞約定，隨即變身成 Blade， 展開攻勢。其後，白鍋子發現 Zi-O2 Gaze Revive 同自己好似產生特別嘅力量。喺戰場 ，Blade 用 Lightning Sonic 攻向 Another Blade。Kalios 保護咗佢。解除變身後 ，Blade 先了解到 Another Blade 係天音，此逃去，天音亦都追上，淨係留低孤獨嘅 Blade、迷惘嘅Zi-O 同埋閱讀。返到朝九晚五堂，劍騎解釋自己同此係 Joker， 而兩股力量會互相吸引並且戰鬥。如果剩低一個 Joker， 世界就會滅亡。而此就好似天音嘅哥哥一樣，有危險就會出現。之後，天音揾到此，問佢點解要離開。突然，劍騎出現，兩人變身展開決鬥。天音阻止咗佢哋，不過被白鍋子操控，攻擊 Blade 同 Kalios， 令佢哋解除變身，吸走咗佢哋 Joker 嘅力量。引發世界末日。喺另一方面，莊吳認為未來係有機會改變，希望白鍋子努力戰鬥，爭取機子係救世主嘅未來，而唔係製造世界末日。白鍋子被說服，將 Zi-O Tornadity 交俾莊吳。之後，Zi-O攻向 Another Blade， 用上 Zi-O Tornadity 嘅力量，結合機子同鍋子嘅力量，斬擊佢。最後用 Time Break Burst Explosion 擊敗 Another Blade， 消除世界末日。莊吳打算將 Kalios 同 Blade 嘅力量歸還，不過劍騎表示自己已經封印咗 Joker， 所以唔再需要力量抗爭，自己終於可以邁向未來。此佢哋都係。之後，白鍋子因為無法改變未來，所以自願令黑鍋子留低，最後提醒佢哋要留意 Swallow 就消失咗。突然，海東出現，原來佢攞走咗未來嘅筆記。逢魔士王同莊吳講，而家淨係剩低6個騎士嘅力量，收集完成之後就可以成為王。以上就係今日Zi-O嘅故事。如果鍾意呢條片嘅話，可以 like、share、留 comment 或者 subscribe 個 channel， 撳隔離個啷啷，或者當你 follow 我 IG。我哋下次見。